根据统计，丹纳斯风台全台灾损高达27亿8千万，其中以台南市受灾尚为严重，灾损金额高达10亿，并超过万户房屋受损。加上财产的损失，灾民是苦不堪言，正需要各项资源挹注。车辆泡水跟外力毁损啊，就是被树木砸到的车子等等，这些都有毁损的慰问金。那我们是目标是现在是匡列8600多万了哈。那住屋毁损的慰助金在善款里面先匡1亿多哈。那希望都我想一定是不足以支应哈，所以我们谢谢议会发起的这个募款，也希望所有各界能够对于台南这一次真的是37年以来没有看过的洪台哈，16级阵风在七股外海盘旋44个多小时，所以我们的受灾情况比嘉义来得更为严重哈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。为此，台南市发起议员捐款行动，有40多位跨党派议员响应，总共募得62万4千多块，协助灾民重建家园。台南市议会呢，我们共同来这个抛砖引玉哦。我们这些虽然是杯水车薪，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抛砖引玉，能够让大家多来帮忙，我们一起携手来协助我们灾区的重建。有钱要帮补啦吼，所以我还是认为大家吼，咱原属的台南市的遮是讲较无伫阮重灾区后帮补，会当甲阮那边倒下手吼。现在重建最重要就是要人力，要有这些材料，好，但是这个虽然说市场法则现在可能欠工的关系，可能较贵，好，是不是当去甲劳工局透过吼这个工会等等吼去协调一下，好，是不是大家卖先暂时卖起价？啊，这材料的部分是不是当请经发局甲这个厂商这边联络，哦，因供货这边哦稍微的开放建雄安尼。这次我们也非常感谢议长，召开这个记者会。那其实它是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。那后面呢，我们也希望各界大家有力出力，有钱出钱，一起来协助这个灾后漫长的重建的旅程。然后这个其实需要大家的加入。除了有议员捐钱支持重建工课，有松捷运股份有限公司区董事长分别以公司以及家人的名义，总共捐出100万，协助台南的重建工课。台南市议会热情邀请有议员捐款协助重建的朋友，会当捐到台南市社会局设立的专户，注明是丹纳斯风台灾害捐款使用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